呢一兜麵我命名為哇，就真係只得個話嘅呢一兜麵。估唔到佢蛋裏邊有驚喜，色水相當之正確，永遠可以相信澳門呢度茶餐廳任何一個出品。大家好啊！今日呢期視頻係我今次嚟到澳門最期待嘅一期啦，寶藏茶餐廳推薦，咁就睇下我由朝食到晏可以食到幾多間寶藏茶餐廳帶俾大家啦。Let's go, let's go！不得不再次感嘆，澳門呢度嘅街道真係非常之乾淨又企理。我哋可以見到連啲摩托都係擺放得非常之整齊，非常之舒服啊！行喺呢條街裏邊。OK， 咁今日首先登場嘅呢位呢，係由一碗澳門咖喱刺激一下，喚醒我哋戰鬥嘅一日，就係呢一度。到啦！今日本來諗住過嚟錯峰拍攝，估唔到依然都係咁多人。哇，色水依然正確。一睇呢度各種各樣嘅食材就知道炆到非常之入味，特別係呢一煲我見應該就係牛雜。呢個牛雜必須要點？你睇下呢個色水，就問你哋呢個色水有冇問題？我就睇人哋打包嘅呢一碗已經非常之正啦。牛雜咖喱薯仔雞翼加咖喱啦，只收現金係嘛？呢度？係啊。呢個係麵係咪？呢個？係啊。咁我要麵，就看着就好吃。Thank you。哇！就真係只得個話嘅呢一兜麵，閃閃發光。睇下牛雜啲咩？必須要有我最中意食嘅牛膀、牛肚、牛腸、雞全翼。佢冇俾薯仔我，加多份咖喱薯仔啊！冇俾個薯仔我。我已經 feel 到佢已經係炆到非常之軟爛、非常之粉嘅嗰種薯仔啦，一夾就爛。啱啱其實我係諗住叫拼嘅咖喱薯仔、拼牛雜、拼雞翼咁樣嘅收費，同埋咁樣單點咧，其實係唔同嘅。但係唔緊要，呢一份薯仔我感覺相當之吸引。開啟我哋嘅寫有形態，我喺度拍視頻，應該唔會嘈住你係嘛？唔錯，我驚頭先我啱嘢嘈到你，所以我唔出聲啫嘛。冇事，我驚我影響你食嘢就喺度拍視頻。我唔怕你自己搞。咁你快啲開波啦！食佢！手機屏幕嘅前面你哋先食，食完我再食。呢度啲咖喱都幾辣，又辣又刺激。我哋整個牛角，但係絕對稱得上好食兩個字。粉粉嫩嫩嘅薯仔，哇好辣，好過癮啊！嚟過到嚟呢個咖喱薯仔，咩都可以唔掂，咖喱薯仔一定掂。解放雙手模式，大家如果平時食唔到咁辣嘅話呢，記得少辣。但係呢個辣係會令你越食越想食嘅辣，超過癮。咖喱狂熱愛好者慢衝就得啦，辣到鼻水都出啦。主要呢度大家都好安靜啊，我唔好意思講嘢。早上大家都食完就，可唔可以借一張紙巾？可以，你唔介意？我絕對唔介意，因為辣到流鼻水。中午會更加多人係嘛？中午多人啊，啲人收工啊、放學啊上。呢個真係招牌，超好食。係啊，佢咖喱薯仔招牌。一定要豎個大拇指點名表揚呢一檔。玩得開心啊！好，拜拜。超好食，一定要再次入嚟表揚你。就有啲辣。拜拜，身體健康啊！大家咁話。估唔到首先登場嘅第一位就咁出色咁驚豔啦！咁大家認住呢一個路口，呢一個教堂慈幼中學嘅呢一度，再次提醒有兩點，只收現金，一定要點佢哋嘅咖喱薯仔，就真係非常之辣。我而家想就地揾一間嘢買嘢飲，然之後見到呢度好似有少少年代感嘅一個咖啡室，有咩嘢飲啊？我整個咖啡啊，幾錢啊？12蚊啊。OK。有幾多十年啊？呢度40年，全部都係歷史嘅痕跡啊！非常之古老嘅一個咖啡室，已經包晒漿噶啦，搞掂。清楚。好 ，OK， 小心。噔噔，我絕對有理由相信，今日成日以嚟咧，我應該算係為數不多行入呢一個檔口嘅一個顧客啦。阿叔應該係每日都係咁樣堅守喺呢個檔口咁多年。離我哋啱啱食麵嘅100米，嚟到呢個澳門政府總部，淺淺咁打卡一下。政府，對，你是哪裡過來的？珠海買的房在那裡住，老家是江西景德鎮。哦，到此記得。你要拍一張照是吧？OK， 我幫你。3、2、1，nice。用一個。哦，橫屏的是吧？
谢晒。谢谢啊。没事，小事，你看一下，不行可以拍到了可以。这里属于澳门的旧区，旧区啊，对。新区等于要过新区就一个海拔荡仔那边，这里会比较民生一点，荡仔那边会看起来比较奢华一点。这里历史也有点历史，不了解澳门的话，肯定要来到这里面。这是后建的一些大楼啊。这些不算厚了吧？那个塔好像是跳那个蹦极的，我没记错的话。往那边去浪台吧，我也不敢乱介绍，我是广州的。你是吧？对的。说了那么久，以为我是本地的，没想到我也是游客。还是你小子能装。对对，你比我还是了解。笑死！很好，好，拜拜，拜拜。玩得开心点啊！澳门很好，非常开心。廣州也很好，去廣州玩一下。拜拜，我哋都嚟淺淺咁打個卡先。咁啊又 hea 到午餐時間啦，睇下今日午餐茶餐廳又帶大家食啲咩？聽講呢條街呢個區域呢，相當之多緬甸嘅美食啊，但係我哋中午先唔去食呢個緬甸美食，先嚟搞個靚靚嘅蛋包飯先。食完個蛋包飯，再睇下仲有冇狀態，仲有冇機會帶大家體驗下其他嘅緬甸美食。就係我手指指向嘅呢個地方。到啦到啦到啦，開飯！蛋包飯咪可以換成嗰個叫做黑底飯。我想加呢個蒜香雞球，再加埋呢個無骨雞翼。仲有啲咩比較出名啊？你哋第一次嚟個飯堂，咁我攞多杯呢個特濃檸檬茶。Thank you。一個不留意，即刻上咗杯特濃檸檬茶啦，濃到好似杯咖啡咁啊！有幾多人會好似我咁飲檸檬茶之前一定會戳下呢個檸檬嘅？嚟，先試但唔加糖嘅。如果你唔中意飲好甜嘅話咧，咁原味已經夠啦，真係非常之濃。對於我啲重口味嚟講，冇可能唔加糖嘅。我哋嚟調個味。嚇？誒可以最好啦，免費加㗎咖喱汁。Alan 真係啊！係啊！我有睇過你去嗰間卓記啊，卓人係嘛？阿卓啊！係，淋個醬先。OK， 一睇到呢個色水，你就知道點解我會選擇呢一間茶餐廳啦。又係我哋呢個鹹蟲最中意嘅顏色。黑底飯其實就應該係佢哋炒過嘅飯，個蛋裏邊有冇包住啲嘢嘅先？我哋。烘到佢呢個蛋包飯裏邊就驚嘅係包住啲肉碎。這個畫面誰受得了啊？我對蛋包飯嘅理解就係蛋包住啲飯，但佢呢個蛋包飯嘅蛋裏邊包住啲肉碎。一定要重新再攞個羹，再咁樣兜一殼呢個碟頭飯俾你睇下。我只可以講一句，澳門嘅茶餐廳永遠唔會令你哋失望。然之後我仲配咗個呢度比較受歡迎嘅蒜香雞球。對啲懶人嚟講嘅話，一嚿去骨嘅雞翼含金量相當之高。我哋都係安靜啲啦，食佢。嚟，湊個頭埋嚟。我中意講澳門呢邊嘅口味，完全係踩中晒我對於好味道嘅各個點啊！蒜香雞球，打孖嚟。呢個蒜香味已經填滿晒我每一個牙罅啦。解放雙手，認真食飯。無骨雞翼，全部擘大口。見唔見到佢嗰個彈性啊？同埋啲雞肉係相當之嫩口嘅，炸得一啲都唔老。嚟，蛋飯見到我攞羹食，絕對意味住呢一餐係非常之開胃嘅飯。豬油嘅，我感覺已經食咗好多，仲有大半碟。呢碟肉已經俾我秒咗啦。等等 ，OK， 翻到嚟酒店啦。截止到依家應該係2間店啫。今日戰鬥力一般，所以我其實並不是每期視頻都咁刷得。唔知係咪因為呢2日吹得太狠啦？因為今晚約咗啲朋友快樂一下，飲少少小麥果汁，不要亂想哦。直接閃現去到聽日，我哋聽日繼續呢一期寶藏茶餐廳系列。仲有一件事情非常之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啱啱翻到嚟酒店，差點沒有被嚇死啊！我模擬下俾大家睇。一切都好正常，然之後我仲以為我入錯房去玩緊一個密室逃脫啊，也可以說是真的非常小眾的收拾房間的方式啦，嚇死我！非常之獨特嘅一種取悅住客嘅一種方式啊。OK， 一覺瞓醒又翻到嚟熟悉嘅三盞燈圓形地啊，咁就琴日話咗帶大家體驗一下呢一條街嘅緬甸風味，咁今日要翻牌嘅呢個緬甸美食呢，即將就到啦，到啦！呢度比較出名有個椰汁雞米係嘛？椰汁雞麵、雞米都得，你真係。椰汁雞麵試下先。
翼嚟嘅，哦，咖喱雞翼。跟住係跟咖喱雞翼嘅。哦。哦，仲加個脆片。炸豆餅。正宗椰汁雞麵。幾錢一碗啊？老細呢個？29。OK。咁個截止到而家去翻牌嘅每一檔嘅茶餐廳、每一檔嘅色水、每一檔嘅顏值，都係非常非常之在線，根本都唔需要過多嘅詞語去描述介紹，通過畫面就已經可以呈現到佢哋究竟係有幾咁好食。廢話少講，直接開波，食佢食佢！我永遠都係中意食呢種掛晒醬汁嘅麵。飲完酒嘅第二日，整一碗呢啲椰汁雞米，成個人精神晒，太滿足啦！我感覺兜呢啲麵我可以食2碗。這誰受得了啊？鹹蟲嘅首選啊！佢主打係一個香椰香，有少少偏甜，唔會係特別鹹。魚湯米。佢呢個湯底感覺有少少酸酸辣辣嘅嗰種味道。嚟，我哋快啲試下。發現呢，緬甸呢邊佢哋嘅口味同我一樣，依然都係中意結塔塔，我都係中意食呢個多啲。晚飯時間，我哋依家係嚟到呢個叫做咩啊？渡船街，就喺後邊嘅呢一個本地人嘅葡式茶餐廳。到啦，開飯！每次睇到澳門呢邊啲茶餐廳啲餐牌，選擇困難症嘅噩夢，好似我呢啲人咁咧，見到乜嘢都想食，乜嘢都想試一次。摩羅雞扒飯、薯仔焗牛脷、黑磚奶啡啊 ！Thank you。先上咗杯黑磚奶啡，黑磚仔應該就係我哋平時食開嘅嗰啲涼粉。Nice， 哇！嚟個超吸引嘅運鏡先，色水相當之正確，永遠可以相信澳門呢度茶餐廳任何一個出品。摩羅雞扒45，呢個加3應該有跟咗個套餐，咁樣係48，價錢相當之實惠。呢個雞飯嘅飯底咧，應該就係炒過嘅嗰啲咖喱雞飯，呢一個就係澳門呢邊佢哋自己叫摩羅汁，睇起身非常之似咖喱。個人理解就係應該係咖喱嘅另外一種品種。OK， 又嚟個 nice， 呢個等間再介紹下。啱啱我專門做咗下功課，呢個摩羅汁好似就係嚟自葡萄牙嗰邊嘅口味，所以佢哋有自己叫法叫做摩羅汁。然之後我哋可以見到佢塊雞扒都係相當之大塊，打得燶燶地嘅感覺，非常之通透，好似我塊面咁大。然之後呢個係薯仔焗牛脷，又係廿排底都好食嘅醬汁啦，感覺依然又係可以同隻牛打茄兩嘅一餐。咁呢一份呢係44葡幣。好啦，廢話少講，我哋都係少啲講嘢，多啲食飯啦，因為大家都係相當之安靜。食佢！全部同我眯埋大口，其實就係咖喱嘅口味，仲可以食到有一粒粒嗰啲粉末狀嘅口感。咩？大雞扒，正，外邊嗰層皮炸得非常之靚，非常之香，名副其實嘅海菜內亂啊！大條牛脷，快啲全部打屋企先。必點牛脷比雞扒更加出色，超鬆軟呢條脷，都未試過咁舒服嘅脷嘅，哇！簡直係初吻嘅感覺。解放雙手模式，呢一間茶餐廳絕對係我嚟咗咁多次澳門有排名嘅一間葡式茶餐廳。哇！超大條！哇！我想問下佢呢度用嘅係咩牛？點解條脷可以咁大條嘅？呢一餐滿足已經唔足以形容我嘅感覺啦。青蘋果蘇打，好似我哋嗰邊冇咁酸嘅天地1號。滿足，搞掂，又係無敵嘅一期。開到幾點㗎呢度？11點半到12點半。OK， 咁就今日呢期嚟自澳門非常之有特色嘅4間茶餐廳分享就先到呢度。我可以拍晒心口保證嘅就係已經唔係話只有澳門本地人先知道咁簡單啦，佢應該係算得上只有澳門本地專登捐窿捐罅嘅本地人先會知道嘅4個非常之保重嘅茶餐廳分享。咁就亦都歡迎各位澳門本地人前嚟考核、前嚟敲打呢4間茶餐廳嘅水準究竟喺你哋心目中係一
係個點樣嘅存在。雖然今次澳門之旅就單得2個視頻分享，呢2個視頻包含嘅所有店鋪呢，我個人嚟講係覺得非常之滿意，非常之寶藏噶啦。亦都係因為依家視頻嘅新風格變成一個長視頻啦，10幾分鐘嘅視頻，導致依家更新嘅頻率係會稍微降低咗少少。希望大家諒解，畢竟乜嘢都係一腳踢，乜嘢都係自己做。主打一個就係求質不求量嘅心態。嚟到視頻嘅最後，提前預告一下，刷到呢個視頻嘅你哋，可能依家我已經又到咗香港啦。今日呢期視頻，我覺得應該又係10幾分鐘嘅分享啦。希望大家中意啦，下一期再見。